来了！你俩干嘛呢？丽丽，你怎么在小天屋里？我早上过来的。破镜重圆了。那个破镜重圆，我们在工作呢，你们注意一下影响，又是来度蜜月的。你这个人说话好奇怪，平时不是你让我们秀恩爱的吗？你的头发好香啊！哎呀妈，我做错了什么？我觉得早饭比狗粮好吃，我要先走了。猪热了，吃早饭了。赶紧收拾收拾，下去吃早饭吧。今天还有工作呢。小点声，会影响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非要让他们误会啊？我们现在扮演的身份就是情侣，这是很正常的情况，你不要搞得一惊一乍。你少那么多废话，赶紧把身份证给我。流氓！哎，楚哥哥，咱们直播间一下子涨了好多人啊！今天拍什么？我们今天给大家播什么？今天我们从前院开始，展开地毯式的搜索。好嘞，不是你就非要跟我穿一样的颜色吗？情侣装吗？不是。行，你穿。金小天儿。佳佳，去那边拍那个。好。来，这个拍一下。哎，这里为什么叫这个名啊？不落，这是当时大户人家千金小姐的闺房，他们从6、7岁开始就不能下楼了，所以才叫不落轩。为什么不让下楼啊？因为未出嫁的女孩双脚不能沾地气。如果沾了地气，就会把娘家的财气带走，因此就不能下楼，只能在楼上待着，才叫不落轩。那一年365天，吃喝拉撒都在楼上。这古代女孩也太惨了吧！虽然住在这么漂亮的院子，过着这种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但真的就人生没有自由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也这么认为。就这么小小的方寸之地，限制住这些年轻的生命，挺残酷的。不过这样也好啊。起码避免了女生半夜里会往男生房间里面钻，你说对吧？行了，去前面看看吧。走。昨天晚上，就这口缸，看到这里边的倒影，一个黑影，差不多就这个方向，直接飞到那边去。从那儿飞到那儿啊！如果没有特殊工具的话，谁能飞过去？而且我在网上查了嘉明客栈的资料，1年前这里就很火爆，节假日要订房都得提前1个月。这么短时间就变得这样冷清了？风水轮流转吗？很正常的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嗖，飞哪儿去了呢？这儿。
怎么了，夏夏？这儿呢？怎么了？楚哥哥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里面有白色的怪物。我说多大的事儿呢？行了，阿贝，送夏夏回房间休息吧。我不走啊！你先回房间休息，进去看看吧。过去。你掰着我呢？这屋子怎么这么阴呢？这应该是大家族的祠堂吧？你们小心点啊，那东西有可能还留在这里。别吓人。这饼干好像被人吃过。不对，不是人，应该是动物。老鼠。不可能，我昨天看那影子挺大的，怎么可能是老鼠？会是什么呢？这事儿挺奇怪的。夏夏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好点了没？来，这边歇会儿，喝口水吧。来，你要坐会儿啊。哎，没事了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你们的夏夏今天被吓到了，就在这个宅子里。夏夏，我们回来了。你还好吗？我不好。怎么了？我虽然没看到过你讲的这个东西啊，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不可能有鬼。我骗你干嘛？我真的看到了。那是你自己笨，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了，你自己内心不坚定，鬼在你自己心里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有，好吧？我跟你打赌，真的有鬼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真的有鬼的话，你有病啊！高冷气。直播呢。好，哎，不管是夏夏遇到了什么东西，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是有问题的，所以我有一个建议，
要玩，咱就玩个大的。妈，咱们来一个直播揭秘行动。揭秘？哎呦，夏夏，哎呦，这反应这么大，真是被吓着了。不是？难不成这个地方真的有脏东西啊？脏东西不就在这儿了吗？拭目以待啊！你们怎么都在抖啊？不是不害怕的吗？谁在抖？我这不是抖，我这是冷的。别说话，跟紧点啊！今天为什么要让新月播啊？他不专业的呀。为了公平。主要是怕你带节奏。今天晚上给大家这个直播是很特殊的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百年老山里面发现了一些奇怪现象。所以我们跟大家一样，非常期待揭晓真相。一起跟我们来看吧。你要是怕的话，你就一直抓着我。反正我说过的，我就是你的护身符，我死你都死不了。这个时候你能说点吉利的话吗？我就不该和你一起走。丽丽，小天儿，你们没事吧？小心！快，小心点，拍下来。猴子啊！我的天，什么鬼啊？这原来是只猴在作怪，这不就是传说中那逗你玩吗？这还真是逗你玩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鬼猴子。你们可太能搞事情了啊！这事儿还真不是人为的，纯属巧合。我绝对信你。那必须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怎么会选择去歙县呢？去香格里拉的话，从歙县走，会不会有点绕啊？嗨，小伙伴们想来呗。对了，海伦，上次拜托你帮我办那件事情，办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帮你办得妥妥帖帖的，现在已经在他该在的地方了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，我就知道你最靠谱了。行了，那你加完班早点休息吧，别太累了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有空再打给你，拜拜。什么视频？客栈抓鬼！放来看看。什么呀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拿着我的钱就这么瞎胡闹啊？这孩子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哎，
等会儿，倒回去。哎呀，回来。近期呢有一场拍卖会，我有一些内部消息，保证您稳赚不赔。850万。850万！恭喜成交！画拿回来了，不过画是假的。如果说楚某能够有幸结识这位姑娘的话，还得烦请赵老板，您给安排一下。人都没了，是失踪了，找不着了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小心点，拍下来。喂，是我。我知道那幅画在谁的手上。讲，李新月，她是李奇峰的女儿。所以呢，她是冲着我来的。她先是拍走了我的画儿，然后又接近我儿子，然后再跟我儿子跟他一块儿去了香格里拉。现在她正在我儿子身边，还在上直播。他这是在向我示威，他想夺走我手里的一切。我对你们的恩怨不感兴趣，我只要那幅画。这幅画现在就在他的手上，一定要找到他，一定要找到他，把那幅画找回来。好了，该怎么做，我自有分寸。我们经过一晚上的鏖战，才发现之前下到下的那只长毛怪，居然是猴子在作怪。啊，好吧，现在我们要结束这里的旅行，赶往下一个目的地了。哎，等等，想要免费的旅行吗？请下载我们的旅行 app。好啦，宝宝们积极扫码，继续关注和支持我们哦。下一道风景我们再见啦。阿飞，你把手机给夏夏，去把车倒出来。哎，夏夏。哎，我们大家在这儿留影吧，自拍一张。哎，丽丽拍个照。你谁呀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我是这家佳明客栈的老板，你们杀了我的猴，不能就这么走。我觉得我们之间是有误会的。
我们住了你们的客栈，一开始我们发现有很多怪事儿，所以我们就调查。没想到最后发现是一只猴。我们看到它的时候，它已经死了。怎么证明这只猴子不是你们打死的？关键我这个猴它不是一个普通的猴，它是我们古城镇山里的神猴。什么神猴啊？就我这只猴，能上山采茶，能打坐念经，能为亡人超度，能为活人祈福，能为罪人消业。大叔，你这吹牛有点 interesting 啊！我还从来没听说猴还能祈福消业，孙悟空啊！对呀，光听说过有万金油，没听说过有万能猴的。那是你少见多怪，没见过世面。行了，不跟你们啰嗦了，我就实话跟你们实说。我这个客栈呢，你们也看见了，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，所以呢，我就是多方求助，终于在山里边花重金请来这只神猴，目的是什么？祈求我们家人出入平安，升官发财。可是你们来了，把我这只猴给打死了，这不就断了我的财路吗？不该赔我吗？您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猴儿念经祈福，骗谁呢？可以，不行我就起诉你们，看谁耗得过谁。好啊，起诉就起诉。你以为我不懂法律吗？天文，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了，别被一只猴破坏了计划，先看他怎么说。不就一只猴吗？你说赔多少钱，我们赔给你。200啊2000。20万，少1分都不行。20万，你打劫你？对呀，你干嘛不拿把菜刀上大马路上抢劫去你？兄弟啊，抢劫它是犯法的。总之，给你们2天时间做出赔偿，要不然我就报警，把你们给拘起来。到时候我到拘留所给你们做直播，好不好？好，报警，咱们现在就报警。报警。好，谁怕谁呀？啊，好了。这样，给我个面子，给我们2天时间就可以。2天之后，我们给你一个答复。他说了算吗？别说话，别说话。我看出来你肯定说了算。2天时间给我一个结果，但是别耍花样啊！我等你。走。金小天儿，你搞什么呀？这摆明了是敲诈，不可能给他们1分钱。要说赔钱，咱也没钱，报警吧，让警察处理。报警。哎，不是啊，那个，不要报警，因为呢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就可以解决。钱也没得赔，报警不让报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不是你现在报警，你有什么理由呢？他们也没把我们怎么样，那猴子确实是在我们眼前死的嘛，你得有证据。可是现在我们已经一头雾水了，如果我们自己调查，从哪儿查呀？我觉得就从那个小魏老板身上查。为什么？你不觉得他很古怪吗？按理说啊，自己的店出事了，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出来安抚他的客人？但是昨天晚上我们闹那么大动静，他完全没有露面。今天一大早带一帮人过来堵我们，这就好像他知道一切，一切都是他预谋好了的一样。我觉得小天说的对，我们可以自己先调查清楚，然后再想解决方案。好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 boss， 其实我有个好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给董事长打电话呀，让他找个律师打官司。这方面太后大人最在行啊。你赶紧闭嘴！我跟你说啊，这件事儿没搞明白之前，你千万别告诉我妈，要不然我就……这。 好了好了，那咱们赶紧把这事儿查清楚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我真是跟这个宅子8字不合。那边有几位大叔。阿培，我跟小天过去问一下。好。
什么事儿啊？你们知道那个佳明客栈吗？哦，当然知道了，那可是我们这儿的大户人家，以前那买卖做得好。可惜呀，前2年这个老板去世以后，他的儿子小魏老板接手这个买卖，就一天不如一天。那可是件好宝贝，那木头啊，全部是老子弹的。不但做工好，雕工也精细。可惜了，让那个败家小子给搬走了。搬到哪儿了？刚开始是搬回家，说是自己用，后来我听几个同行说，他高价又给卖了。小魏老板人好像有点问题啊。他吃喝嫖赌，整天不务正业的，心里还老惦记着把老仲裁给卖了。我听说啊，最近还找好了下家。卖了？那么好的藏品，为什么卖了呀？那当然是缺钱喽。那您知道卖到哪儿去了吗？听说是一个从澳门来的大老板。您认识这个人吗？哦，我不认识，没见过。谢谢。好的，不客气。那宅内的木雕啊，是失传的手艺，再也找不到第2家了。是啊，还有啊，咱们这方圆100里的，就属他们家的茶园最好。真是可惜的是，好好的一个茶厂都快垮了。怎么会垮呢？他们家不是有一个什么能念经祈福的神猴吗？胡说八道！这是哪个村子搞的事儿啊？哪个猴子会念经啊？啊？哎，那他们从哪里搞来的那只猴子呢？那我告诉你啊，在咱们这一带啊，山上就有卖猴驯猴的。哦，谢谢各位大叔，那我们不打扰了，谢谢啊。哎，这棋啊，死棋了，这都有人信啊！哎，死棋，你说也有意思啊，这猴会念经这种胡话都有人信啊！来，下棋，该你了。我刚才去问了一下前台，我们入住的那天晚上啊，小魏和他爷爷约定好了，如果当天晚上没有客人入住的话，第2天他们就要把这宅子卖了，而且买这个宅子的是一个澳门富商。哎，你们猜猜，这宅子能卖多少钱？多少啊？差不多1个亿。所以说呀，如果我们住进来，就妨碍了这次交易的进行。可他为什么要毁掉自家的100年家业呢？肯定是照借等钱用啊。现在关键有2点：第一，我们要查出那个猴子到底是从哪里买来的；第二呢，我们要找出那个澳门商人到底是谁。哎，不是，查猴子这事儿我理解，但为什么还要查这澳门商人呢？这个老宅的买主既然是一个澳门人，澳门商人第一反应是什么？赌场。没错。如果我推断的没错的话，我们只要顺着这条线，顺藤摸瓜查下去，我们就能知道小魏先生的软肋在哪里，这样就更利于我们之间进行谈判。小天分析的很有道理。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也不多了，只有2天时间，大家分头行动。走吧，跟着看吧，走。阿培，啊，你去卖猴的那些人家里边去，每一家你都记得拍点照片回来。为什么呀？就拍就行了。哦，麻烦。咱这走了大半天了，怎么连个人影都没看见？我跟你说啊，这关键的人啊，都是在重要的时刻出现。好，你看，不来了吗？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这山上有没有驯猴卖猴的呀？有啊，我们这一带有3家驯猴的，就在前面不远的村子。啊，谢谢啊。你看，还真让你说对了啊。走吧。哎，阿飞，快点。那边。快点！哎呀，
大白天你拜什么呢？你吓我呢你？你过来！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啊！就现在住在咱们客栈那批客人，他们要走的话，立刻给我打电话。啊？什么啊？他不是杀了咱家食人猴吗？我怕他们不赔钱就跑了。你小胖子，给我机灵点啊！东西。干嘛？没事儿，看看你们。跑不了，东西都在这儿呢。我还真不怕你们跑呢，别耍什么花样啊！哎，你动作快点，他真的来了。怎么坐下了？哎，跑不动了，都。你瞧瞧你，你这就是平时不健身的后果。你看看你 boss 我，坚持健身，现在一点感觉没有。我背这么多东西，你还拄个棍儿，这能一样吗？起来，走。我跟你说啊，boss，这走了20多里路了，我这脚都快磨到大腿根了。我跟你说，不是，你怎么又坐下了？哼，我看这地儿啊，被你擦得挺干净，不做怪可惜了。你倒挺会找地儿，你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以我灵敏的直觉判断，上面那一家就是我们要找的人。boss，总共就3家，前2家都不是，可不是最后一家了，还有你灵敏的直觉呀。哎，你废话怎么那么多？还走不走啊？走啊，走起来啊！你起，你先起，一块起，1、2、3。1、2、3，3。嘿嘿，耶，走。您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酒店有没有住着一位澳门来的客人？这个不太清楚。不好意思，你能帮我们查一下吗？澳门籍的。请问客人叫什么名字？不太清楚。对不起，那我们更不方便透露客人信息了。啊，我了解，谢谢。谢谢。喂，我到到酒店啊，係啊，咩事啊？仲未攞到？哇！呢張煙塔仲到而家未攞到，乜搞錯啊？係啦，你好，我知，好啊。咁樣啦，你諗法揾啲嗰個先客啦。係啊。你好，請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找谁呀？哟，大爷，你们这儿是不是卖猴啊？卖啊。那我们能进去看看吗？
走吧。大爷，你这猴都什么价呀？这1000、2000，这3000。这3000的猴都会什么本事啊？哼，会啥本事啊？就是街边的杂耍那点本事呗，握个手，敬个礼，掏点钱什么的。大爷，我能拍几张照片吗？你看你买个猴，咋这么麻烦呢？拍。大爷，你这儿有没有那种万能生猴啊？比如说会念经、祈福、能招财的那种。哪有那种神猴啊？要是有这种猴的话，我能穷这样吗？啊，那个佳明的老板小魏，在你这儿买过猴吗？你们是不是买猴的？不买猴，赶快走，没工夫跟你们先聊。走，没工夫在这跟你们先聊。走，这也不是买猴的。你好，请。啊，我知，好唔好啊？有咩事搞掂咗之後打電話俾我，好啊 ？OK， 拜拜。有位老闆，你好。大飞，这3家都没给魏老板卖过猴，咱这消息是不是有误啊？啊？我觉得呀，这中间肯定有人说谎了。哎，把那薯片给我。哎，我不吃，我这还有活没干完呢。哎，我刚才看见你在每家都拍了照片，发给谁呀？小田。发给他干嘛？啊，小田让我拍的照片，我也不知道他搞什么鬼。怎么样？什么时候可以签呢？我带着你去见我爷爷。太好了，签完之后钱就到你账户啦。讲究。你这次怎么签好了以后，是不是跟我一起去澳门呢？所有的钱我买单。哎呀，这个所有的费用呢，其实我不是很在乎。如果咱们玩游戏的钱你要能替我买单，那就最好了。冇問題啦，贏錢算你的，輸錢算我的。說好了，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來，點東西吃。这里边的事情比我们想的要复杂。